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富訊息，祝大家馬年事事順利，投資得心應手。我祝大家萬事如意，步步高升。Coco 話環球貿易政策又再度緊張喎。係啊，美國最高法院上個星期否決之前美國對全球加徵關稅嘅決定，並且裁定美國要退翻已經徵收嘅關稅俾進口商。隨即啦，美國又話要對於全球進口美國嘅關稅由10%加到去15%作為還擊。美國政府啦已經係面臨住巨額赤字，而家仲要退翻多達1700幾億美元嘅關稅。雖然啦退稅嘅程序係要啲時間，但係長遠嘅財政壓力加劇，亦都有機會進一步係削減美元嘅信用。係啊，雖然近期美國部分經濟數據見到改善啦，包括非農就業人口增加、失業率改善等，而美聯儲進一步調整貨幣政策嘅條件啦，亦都減少。美國12月核心 PCE 年率啦升至3%。至於1月美聯儲會議記錄中啦，更加有官員提出，如果通脹持續居高不下啦，唔排除採取緊縮政策嘅可能性。加上啦近期油價走強，亦都有機會推高未來嘅通脹率，限制美聯儲下調利率嘅空間。因此啦，唔排除美元啦出現逢低反彈嘅可能性。不過啦，的確美元反彈力度有限，或多或少啦都反映緊美元信用被弱化嘅呢個情況。美元指數啦，短線阻力位啦可以參考翻100天線，即係98.58水平啦。下方支持位咧可以參考96水平。Coco 話：雖然美元近期低位反彈啦，但係澳元表現相對硬淨喎。梗係啦，因為澳洲央行2月份符合預期加息25點子，將利率啦由3厘6升到去3厘85，係2023年11月以嚟第一次加息，成為 G7 入面利率最高嘅央行。息差因素利好翻資金流入澳元。澳洲央行今次加息啦係基於通脹持續走高，同埋勞動力市場緊張。而官員亦都一致認為，而家嘅利率啦係唔足以壓制到個通脹嘅，唔排除未來再次加息嘅可能性。呢啲因素啦都支持住澳元嘅表現㗎。澳洲1月失業率維持喺4.1% 不變啦，而全職就業人數亦增加超過5萬人。留意啦，澳洲2月25號咧將會公布1月 CPI， 而市場預期啦 CPI 仍然會維持喺央行目標2至3% 水平以上。數據或者進一步影響市場對澳洲央行嚟緊加息嘅預期。利率期貨顯示，澳央行5月進一步加息25點子嘅機會咧大約係70%，而澳元對美元過去2個星期啦，亦都持續企穩喺0.7以上嘅水平。如果成功突破前高位，即係0.7147水平啦，可以進一步挑戰0.7480水平。Coco 話：紐央行2月份連續2次會議上維持利率喺2.25厘不變，但係紐元不升反跌喎。係啊，紐西蘭舊年第4季嘅 CPI 升到3.1%，市場原先估計紐央行會喺2月嘅會議入面釋放一啲比較鷹派嘅信號。不過啦，會議之後，央行行長提到通脹有機會啦喺今季會翻去1至到3% 嘅目標區間。如果經濟係如預期咁發展，貨幣政策立場啦仍然係需要喺一段時間之內係保持翻寬鬆，打消晒市場對於紐西蘭央行加息嘅希望。消息令到紐元對美元喺議息之後咧係急跌咗超過1%。經濟方面啦，紐西蘭1月貿易持續錄得逆差，失業率又超預期上升至5.4%。作為較細嘅經濟體啦，面對關稅不確定性同埋貿易同勞動力市場不穩下啦，又的確難啲調整貨幣政策。市場預期紐央行即使加息啦，都要去到今年年底。呢啲嘅因素啦，都限制住紐元嘅表現。不過啦，喺弱美元嘅情況之下啦，對紐元咧有一定嘅支持，但相信表現啦會比澳元落後。紐元對美元嘅支持位咧可以參考翻200天線啦，即係0.5875。好啦，今集嘅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